又收到緊急嘅個案，1歲嘅緬因貓照咗肝臟發大，有腹水。順勢療法點樣幫到佢喺48小時回復返正常呢？7月27號，主人緊急求助，佢話芝麻出現咗血尿、小便量少，經過獸醫初步嘅檢查，發現佢嘅 ALT 肝功能指數超標，正常值上限係130，佢就出現咗847，咁就代表肝臟正在遭受明顯嘅損傷，導致有大量嘅 ALT 釋放喺血液當中，出現超標嘅情況。然之後照超聲波發現，芝麻嘅肝臟明顯腫大，擠壓到去胰臟，肝臟嘅血管有一啲血栓，令到血流受阻，會進一步損傷肝嘅功能。血栓亦都可能會脫落，流向其他嘅器官，造成嚴重嘅併發症。亦都發現肝腎附近有腹水，膀胱有腫脹發炎嘅症狀。獸醫開咗藥之後，叫佢返屋企休息，然之後再睇下要驗啲乜嘢，確定病因。食完醫生開嘅藥之後，更加冇精神冇胃口，主人心急如焚，希望用順勢療法幫助貓貓快啲好返。順勢療法喺治療寵物嘅時候呢，好需要靠主人一齊觀察記錄。第一步，治療師需要了解貓貓佢嘅飲食記錄、大小便或者嘔吐物嘅形態同埋次數，仲有一啲行為變化、性情轉變或者一啲偏好嘅變化都需要知道。咁第二步呢，治療師就可以根據呢啲症狀嘅特性，處方咗一啲順勢療法嘅療劑，仲會教佢用一啲營養支援嘅配合，例如係姬松茸、益生菌或者卡木卡姆支援佢嘅肝臟或者腸道，隨住情況調整劑量同埋次數。用咗療劑幾個鐘頭之後呢，芝麻開始有食慾，雖然呢都只係肯食零食，但係呢已經開始肯跳高，而且有好奇心玩玩具，亦都有心情去清潔自己嘅身體。到咗隔日，芝麻小便量回復正常，亦都有大便，而且係成型嘅，開始活躍返，會自己周圍行同埋爬高高。佢已經開始主動食乾糧，亦都肯主動飲水，冇再因為一飲水就嘔。芝麻嘅個案話俾我哋知，年輕嘅貓貓都可能會出現一啲嚴重嘅健康問題，及早發現配合得適當嘅話呢，生命力可以盡快恢復平衡，症狀就可以解除。如果你都想了解多啲關於順勢療法點樣可以守護寵物嘅健康，歡迎你可以同我預約諮詢。下次個案分享再見，拜拜。